其老母啊！呢個世界太黑心啦！又同你講一個不為人知嘅事實，醫保局呢曝光上海某醫療器材商為咗讓醫生喺手術嘅時候呢，多往患者身體裏邊放佢哋嗰啲心臟嘅支架，7年時間呢，俾河北一家醫院嘅多名醫生送咗1400幾萬，單條支架嘅回扣就可以攞到5000蚊，球囊每一條1000蚊左右。呢1400萬嘅回扣中呢，復原者一人呢就收咗674萬。科室主人呢就攞咗662萬，按照一個病人單條支架嘅回扣5000蚊來計算呢，呢個背後涉及嘅患者數量竟然多達2800人，呢個係一個幾龐大嘅數字，每一個數字嘅背後都可能係一個家庭嘅無奈同埋痛苦。喺現實中，嗰啲本不該換支架嘅病人，好有可能僅僅係因為醫生攞到咗可觀嘅回扣，就建議進行支架嘅手術。又或者明明係有價格更加低廉、適用性更強嘅醫療器材可以選擇，就被嗰啲醫生呢以各種理由換成回扣更高嘅產品。嗰啲病人對醫生嘅話向來都係深信不疑嘅，將佢哋當係救命嘅稻草。點解有半點嘅質疑同埋冇聽從呢？嗰啲患者們呢靜靜雞躺喺手術台上邊，不知不覺就成為咗醫生們算計業績嘅場所。救命嘅手術硬生生俾塞入咗刺鼻嘅銅臭味。短短7年嘅時間，單單係回扣就高達1400萬。嗰啲病人為咗醫病究竟使咗幾多錢？嗰啲家庭喺東湊西湊醫藥費嘅時候，又係點樣嘅一副愁眉苦臉焦急萬分嘅模樣？醫生們喺心安理得咁數着佢哋不義之財嘅時候，幾時有過一絲嘅愧疚同埋不安啊？有冇諗過嗰啲錢嘅背後係一個個家庭為咗延續親人嘅生命四次奔波、傾家蕩產嘅艱難處境呢？患者將生命毫無保留咁俾咗醫生，係出於對佢哋嘅專業能力嘅信任，更加係對佢哋高尚醫德嘅期盼。但係呢啲攞咗回扣嘅醫生呢，就將呢一份沉甸甸嘅信任肆無忌憚咁踐踏。更加讓人難以接受嘅係，最終個判決結果呢，器材商被罰咗30萬，行賄嘅馬生呢就被判咗1年幾。咁樣嘅懲罰力度，以佢哋犯下嘅罪行同埋造成咗惡劣影響相比呢，簡直係微不足道。器材商能夠如此明目張膽咁長期嘅行賄，醫生呢又能夠毫無顧忌嘅收回扣，背後係監管嘅漏洞，國家必須要嚴查。醫療行業冇同於其他行業佢關乎着每一個人嘅生命安危，係社會穩定與發展嘅基石。一旦呢一個領域俾腐敗嘅陰霾籠罩住呢，後果可以講係不堪設想。只有當監管體系呢一把利劍真正亮出來嘅時候，才能夠打擊嗰啲伸向醫療領域嘅腐敗黑手，還醫療行業一片純淨嘅天空，讓患者能夠放心就醫，讓醫者能夠放心救人。